宣调，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的名的荣光，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着对上帝讲：你的所做遐尼通惊，因为你的大权能，你的对着要降福你，全地拢要学乐敬拜你，吟诗学乐你。要吟诗学乐你的名，但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咱要做迄三角来祈祷。爸上帝，我满心的感谢学乐你，因为若是无主你的看顾甲照顾，阮就无法度来生存。恳求主，你要上帝来引带阮，通互你的罗卜，为他虔诚来带领着你的正百姓因。无论是美国，或者是伫台湾，还是伫全世界任何的所在，我们做伙透过网络来做礼拜，互罗卜今仔日来宣扬你的福音，互罗卜会通遇到遐个要喙焦耳目机的乡亲兄弟，仰望特别上帝你的人。来传达主你的真理，甲主你的恩典。现在全世界各所在除了迄个病毒还未平散，搁再加上这天灾人祸频繁，世界各所在的经济萧条，各行各业拢是叫苦连天。求上帝来施乐怜悯，互正百姓因有悔改的心，大地也要得到医治。甲阮仰望着主你的恩典。今日我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阿罗你，恳求主你的怜悯，互今仔日所有参与的这个网络礼拜的乡亲。兄弟姊妹因做伙用着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互阮每一个人拢会通找到上帝赐福的管道。现在恳求主你来清起罗卜的嘴，圣神感召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互阮有蒙恩的一个主日。甲阮同心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话，记载伫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第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
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祝福你，互你的名做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祝福福因；救助你的，我要责罚伊。地上的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这是上帝话。读这本册，甲听遐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日期近了。阿明。学咯，做疼，翻过山，深那海。深那海，我要欢喜学落去。做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学落去。看袂见摸袂着捉袂透，总是我要学落去。学落主的大自然，到永远不会改变。学落主的大自然。到永远不会改变，做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欢喜学落去。做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学落去。看袂见摸袂着捉袂透，总是我要学落去。学落主的大自然。到永远不会改变，学落主的大自然，到永远不会改变。主会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欢喜学落去。主会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学落去。看袂见，摸袂着，碰袂透，总是我要学落去。学落主的大自然，到永远不会改变。学落主的大自然，到永远不会改变。做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欢喜学落去。做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学落去。看袂见，摸袂着，捉袂透，总是我要学落去。学落主的大自然，到永远不会改变。学落主的大自然，到永远不会改变。山深那海，我要欢喜学落去。做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学落去。看袂见，摸袂着，捉袂透，总是我要学落去。学落主的大自然，到永远不会改变。学落主的大自然。到永远不会改变，做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欢喜学落去。做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学落去。看袂见，摸袂着，捉袂透，总是我要学落去。学落主的大自然，到永远不会改变。学落主的大自然，到永远不会改变。主会听翻过山深
要欢喜乌落伊，会听翻过山深若海。我要跳舞乌落伊，看袂见望袂着抱袂头，总是我要乌落伊，乌落子的大自爱，到永远袂改变。乌落子的大自爱，到永远袂改变。会听翻过山深若海，我要欢喜乌落伊。会听翻过山深若海，我要跳舞乌落伊。看袂见望袂着切袂头，总是我要乌落伊。乌落子的大自爱，到永远袂改变。乌落子的大自爱，到永远袂改变。翻过山深若海，我要欢喜乌落伊。会听翻过山深若海，我要跳舞乌落伊。看袂见望袂着跳袂头，总是我要乌落伊。乌落子的大自爱，到永远袂改变。乌落子的大自爱，到永远袂改变。会听翻过山深若海，我要欢喜乌落伊。会听翻过山深若海，我要跳舞乌落伊。看袂见望袂着切袂头，总是我要乌落伊。乌落子的大自爱，到永远袂改变。乌落子的大自爱，到永远袂改变。会听翻过山深若海，我要欢喜乌落伊。会听翻过山深若海，我要跳舞乌落伊。看袂见望袂着抱袂头，总是我要乌落伊。乌落子的大自爱，到永远袂改变。乌落子的大自爱，到永远袂改变。会听翻过山深若海，我要欢喜乌落伊。会听翻过山深若海，我要跳舞乌落伊。看袂见望袂着切袂头，总是我要乌落伊。乌落子的大自爱，到永远袂改变。乌落子的大自爱，到永远袂改变。亲爱的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大家好，大家平安。1980年的冬天，有52个美国人和伊朗的这个恐怖分子掠去做这个人质，所以这个消息就轰动了全美国。有真侪基督徒拢为了因的安全在祈祷。有一位这个宣教师受邀请，去一个美国一个真大间的教会，要做这个宣教的报告。因为迄日礼拜日的这个节目真多，迄个宣教师只有1分钟通报告尔尔，1分钟是60秒，60秒通讲什么啊？所以大家拢真犹豫啦，讲伊到底是会当讲啥？时间轮到这个宣教师上台，伊就省略自我介绍。伊直接来问会场讲：
请问，恁有偌济人伫为着这个52位美国人的人质伫祈祷啊？哇！所有人拢举手，大拢举手。这个宣教师讲真好，现场至少有4000人。伊佫继续咧问哦，请恁注意听哦，恁就要老实的回答。恁怎我要问的问题，咱的主要说拄对你看着咱哦。我要问恁，有偌济人捌为着4500万伊朗的这个回教徒伊的得救来祈祷啊？哇，久久啊，才一支手举起来，无偌久，搁另外一支手举起来，都无啊。所以这个宣教师就大声这样讲：什么？只有2个人俩。啊，恁第一要紧是做美国人嘛，第二要紧才是做基督徒嘛。所以全场拢是点啾，大家拢压头，非常的歹势。那像人在讲歹势，规礼拜是见效几个月。这个60秒，真正有这真大的这震动力，咱就是一支来剑插入去人的这个心。最后，迄个宣教师讲一句话吼，我俩总这是一间遵守圣经真理的教会呢。讲煞伊就落台。这位宣教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在场的会众为什么现在念咒就唔敢开嘴呢？今仔日，这个会众的问题，也就是咱的问题。当主要所记到，过啊以后，伊学生的显现，毋是单单只有要坚固因的信心尔定，乃是要带因来学习这个大使命的这个功课，就是伫这个4000年前，上帝甲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这个约包含2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上帝要赐福予咱。第二个主题就是，咱要成做万百姓的这个祝福。古先知所讲的话，是着主要所的教师以及四大这个批信，甚至主要所记到定死伫十字架顶的事，拢总是咧讲起这个2个主题。最后说，也会上十字架以前，有几人拜对学生讲。伊为防出卖，被钉伫十字架，钉死伫十字架，造成迄时阵伊的学生拢总听无，所以过完了后，伊去学生遐，甲因上一场课，带来因学习这个大使命。最后所提醒开因的心窍，互因通明白圣经。主要说将这个圣经分做2个中心点，头一个主题就是上帝赐落赦罪的这个恩典，所以互咱甲上帝来隔断。主要说已经替咱死，主要说用伊无罪来交换咱的有罪，伊赐落这个赦罪恩典，恢复咱甲上帝这个关系。第二个主题就是传福音予万百姓，予万民也通得到祝福。这2个主题，互咱想到上帝捌甲亚伯拉罕立约，上帝讲：我要叫你成做大国，我要赐福予你，叫你的名最大，你也要叫别人通得到福气。地上的万族拢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根据这个约。上帝应允了2种的福气，第一种福气就是要予亚伯拉罕的子孙，第二个福气是要予万百姓。后来，上帝伊佫重复2摆对这个亚伯拉罕讲，特别是伫第3摆强调的时阵，上帝为着要予亚伯拉罕相信这个应允一定会实现的，所以上帝伊做一个真特别的代志。上帝讲。我记着家己来咒詛讲，论福，我要赐大福予你，
论子孙，我要救你的子孙追起来，就着天顶的星、海边的山、地上万国，拢要因为你的护卫来得到福气。阿伯遐个时代，这个咒诅等于是签名挂保证。咱人想象，上帝对阿伯遐邓显坎讲：我甲你来打赌，我一定要赐福你，你要接到万民的这个祝福。上帝唔单单是对阿伯罕做保证，伊阁对阿伯罕的囝以撒以及阿伯罕的孙雅各讲到这款的约。为什么上帝一摆搁再一摆重复一直讲这个约呢？是不是咱的上帝有这个健忘症呢？一定都爱重复嘛 ？No， 上帝伊无得到这个健忘症啊。上帝安尼做，是上帝爱人去注意到这个约，伊要互人将这个约当作是第一优先的、第一要紧的代志。诗篇67篇，咱通看到这个环境。第一讲，愿上帝怜悯咱，赐福互咱，用面的光来照咱，这是头一个福气。第二讲，通互世界知影你的道路，万国得到知你的救恩，这个是第二种的福气。上帝赏赐咱。是爱咱将上帝的福气传到这个地极。上帝的赐福里面有咱应该尽的这个责任呢。所以咱通讲，主要说将这个规本的圣经分作两个中心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第一种的福气，甲第二种的这个福气。所以呢，有人伫问你讲，请问圣经到底是咧讲啥？今仔日。你若用这个简单清楚的答案，就人你讲简单明了，则清楚个记会条。你若对因讲，圣经有两个主题，就是上帝要赐福互你，佮爱你进一步加做万百姓这个祝福。所以咱常常安尼祈祷讲：哦，上帝啊，求你赐福我，求你赐福我的亲人，求你赐福阮的教会。求主你赐福阮的国家，咱的信仰若是安尼这尔定，安尼咱只有明白上帝一半的旨意尔定。上帝搁另外一半的旨意就是爱你，将所得到福气传扬出去，互这个万百姓，互别人得到福气。所以咱通肯定，主要说一定是引用到这个创世纪12章第20甲第30来复习。旧约中的这个大使命，因为对迄时开始，所有学生拢引用到这两节的圣经。那么主要所有学生，因有着什么呢？因引用到因的老师所开课这个原始资料，就那亲像主要说伫学生的面前，拿一支红色的笔，一摆搁再一摆重复画着这段的圣经。第四个，这个学生因印象真深，所以因一直伫引用这段圣经。彼得徛伫这个公会面前，捌引用创世纪12章第30个下半段，伊并无引用到顶半段呢，因为伊知影当时的犹太人拢真清楚上帝要赐福互因，就是因嘛，伊若清楚知影，犹太人并无明白。上帝为什么爱因叫做万国的这个祝福？因无都了解。咱搁再来继续来看，伫这个《使徒行传》第2章，主要说上天以后，凡夫学生爱倒转去耶路撒冷来听候。为什么？有真侪人拢认为，主要说爱学生倒转去因的故乡耶路撒冷，相对家己的乡亲来传福音。就是这学生，因拢毋是耶路撒冷本地的人，因拢是加利利的人嘛。这个就是上帝的这个计划，因为迄时拄拄是五旬节这个节期，有对全世界各国
来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个虔诚的犹太人。所以说，因若是拢得救，等于倒转去原来所徛起的外邦的所在，因要加做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大赛，上帝的福音就要有机会广传到这个天边海角。伫迄个特别的这个五旬节，圣神灌下落来，或者学生拢互这个圣神充满，就开始讲出别国的这个语言来。那来计算因所讲的这个语言，就通知影这学生差不多讲出15种的这个方言，15种外国的方言，拢是伫讲着上帝所做伟大的代志。而且上帝那亲像是伫强调讲圣神灌压伫因的心上，毋单单是互因通做得到造就，佫显明上帝福音。也是为着要万百姓所准备的。咱看到这个圣父、圣子、圣神，拢是咧强调这个阿伯拉罕的这个约。咱继续来看，伫这个圣经中，无论是伫旧约，也是伫这个新约，上帝一再伫讲，伊是阿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并无讲伊是摩西的上帝呢。嘛无讲起，伊是以利亚的上帝。摩西捌分开这个红海，互当时的外邦人印象真深刻。以利亚伫这个加米山镇压外邦的神，互当时的外邦人知影主要我这是真正神。比较起来，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祖孙三代拢是真平凡，因无什么大的作为嘛。总是上帝称呼伊是阿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因为阿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人，上帝捌甲因来立约，这个就是对万百姓传福音的约。这里是上帝一贯无改变的心意。所以主要所讲，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要来到。主要所讲的这个末期，甲上帝国的福音的传遍万民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伫这个马太福音，主要所讲，有真侪人会对东边、对西边来，要伫天国甲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做伙同坐到。路加佫加上这个对南对北。所以换一句话讲，将来伫天顶有一个真大的宴席，有真侪人是对东西南北来赴这个大宴席的。什么人要坐伫这个上位呢？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要坐伫这个上位嘛？这个大宴席有什么目的呢？就是因要庆祝上帝的应允已经实现了。上帝要对阿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人讲。我无甲恁骗哦，照咱所立的约，我已经赐福互恁咯。恁也互万百姓得到福气，当咱通做来啉来食。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有真侪人伫台湾的时，拢毋捌上帝。当咱来到美国的时，才有机会来信主。上帝互咱伫美国这个所在得到福气。是只有要互咱家己享受尔点，是毋是？毋是。刚才有人会问讲，阿伯拉罕的约，主要所谓大使命，咱拢毋知影啊。若是这个跨文化的宣告，应该都要亲像迄个马偕牧师、兰大毕的医生、马雅各医生，遐个外国的宣教师，因才会当做这个跨文化的宣告啊。那还佫有真侪这亲人还未信主呢？是毋咱专心来因来传福音就可以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毋捌将这个咱做到的使命，伊会赏赐咱有够来用的这个稳定，只要咱顺探，要去实践这个跨文化的宣告，无什么困难的代志。
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这个国家，就有可能恁兜的倒边是一个英国人，恁兜正边所住的是德国人，安尼你会当同时为着两个国家来祈祷。刚才你今日所穿的衫是苏联制，你所穿的鞋是意大利制，你所穿这个皮包啊是希腊做的。下晡你去买物件，你结账的时，排伫你头前的人，检说是一个法国人。暗时你去一间日本料理店去食寿司、沙西米、呷哺呷哺好食的这个拉面。哇！你真正有福气的人呢，上帝将遮尔侪外国人放伫你的四周围，你若肯毋免出真远的所在，你就真侪机会。通来为着这个国家来祈祷嘛？里面就如古早这个德德生牧师，爱一个6个月前，千里迢迢对美国对英国来到中国，才有机会来实践这个阿伯拉罕这个用的。所以话，咱明白上帝的旨意，咱也当体贴上帝的心意，确实尽咱的本分。为着万百姓的得救，随时来做祈祷。所以咱若将来有机会返去台湾，也是有机会去外国旅游的时，也通为着台湾咱的故乡，为着咱的去旅游这个国家来祈祷来祝福。所以你若是愿意安尼做，就是做伫上帝心意顶悬。上帝嘛真欢喜你安尼服侍呢，所以望咱会当加做别人的祝福。阿免。即下要来吟回应的诗歌心愿。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以先顺叹你旨意。愿为主拼性命，愿为主做情愿，愿为主做路步，愿为主服侍人。主啊，我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以先顺叹你旨意。愿为主拼性命，为主做情愿，愿为主做路步，愿为主服侍人。我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以先顺叹你旨意。愿为主拼性命，愿为主做情愿。愿为主做路步，愿为主服侍人。主啊，我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以先顺叹你旨意。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
坚固，我要以声顺叹日子。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艰苦，我要以声顺叹日子。愿为主，愿为主拼生命，拼生命。愿为主做前辈，做前辈。愿为主，愿为主做老母，做老母。愿为主，愿为主服侍人，服侍人。主啊，我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艰苦，我要以声顺叹日子。愿为主，愿为主拼生命，拼生命。愿为主做前辈，做前辈。愿为主，愿为主做老母，做老母。愿为主，愿为主服侍人，服侍人。我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艰苦，我要以声顺叹日子。愿为主，愿为主拼生命，拼生命。愿为主做前辈。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艰苦，我要以声顺叹日子。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艰苦，我要以声顺叹日子。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艰苦，我要以声顺叹日子。愿为主，愿为主拼生命，拼生命。愿为主做前辈，做前辈。愿为主，愿为主做老母，做老母。愿为主服侍人，服侍人。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艰苦，我要以声顺叹日子。愿为主，愿为主拼生命，拼生命。愿为主做前辈，做前辈。愿为主做老母，做老母。愿为主服侍人，服侍人。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艰苦，我要以声顺叹日子。愿为主，愿为主拼生命，拼生命。愿为主做前辈，做前辈。愿为主，愿为主做老母，做老母。愿为主服侍人，服侍人。主啊，我要奉献我家己。
我要以生顺叹日子。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以生顺叹日子。要奉献我家己，自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以生顺叹日子。愿为主，愿为主，拼生命，拼生命。最前为主，愿为主做罗卜，做罗卜。愿为主服侍人，服侍人。要奉献我家己，自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以生顺叹日子。愿为主，愿为主，拼生命，拼生命。愿为主为天父，愿为主做罗卜，做罗卜。愿为主服侍人，服侍人。要奉献我家己，自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以生顺叹日子。愿为主，愿为主，拼生命，拼生命。愿为主为天父，愿为主，愿为主做罗卜，做罗卜。愿为主服侍人，服侍人。要奉献我家己，自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以生顺叹日子。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以生顺叹日子。他这条咱当心，三角的祈祷吼。主啊，宝贝上帝，我感谢你。今日我对创世纪12章第10到第30内面，我做来思想，因你得到福气。在当最后所过以后，会用学生来显现，不是简单要坚固因的信心尔定，乃是要带因来复习这个大使命的功课，就是4000多年前，上帝甲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这个约包括着2个主题。头一个主题就是上帝赐福予咱，第二个主题就是咱要接这万国的这个万民的这个祝福。这是上帝所定的这个计划，因为当时五顺这个祭期有对世界各国来耶路撒冷过这个虔诚的犹太人，因若拢得救。等于倒转去原来徛起异邦的所在时，就要真做传福音的这个大赛。他上帝的福音就求的广传到天边海角。我今日咱拢会当明白上帝的旨意道路，会当体贴着上帝的心意，确实尽咱的本分，为着万百姓得救。随时来祈祷，
咱将来若有机会转去台湾，也是有机会去外国旅游的时，咱就通为着咱的故乡台湾，为着迄个北高来祈祷来祝福。就是你若是愿意安尼做的时，你就是做伫上帝心里顶愿望。上帝嘛真欢喜，要赐福咱。真阿爸要上帝，但我现在要我继续为着美国，为着台湾，恳求天父上帝来赐福，美国和台湾。而且徛起的百姓都会当平安来过生活。但阮同心的祈祷，都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圣名来祈。阿门。那这条罗牧师要甲恁祝祷吼，愿天父上帝慈爱甲怜悯，最后所基督恩典，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伫到见主的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明。各位乡亲，各位时代，各位亲爱父老兄弟姊妹，咱今日这个网络的礼拜，伫这个所在就要过一段落，咱期待伫后日，共这个时阵。搁一摆伫空中来相见面，愿天父上帝守住恁，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努力，拜拜。愿恁平安。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唤你。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名我予伊的名光照你。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背后地欢喜的名。